哇，好勁啊！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節嘅風暴消息。咁啊，而家睇睇出邊嘅情況。出邊嘅情況呢，大家睇到啦，啲樹呢搖嚟搖去呢，亦都非常之大雨。咁而我哋嘅新聞廠啊，係因為位於呢一個高處嘅關係啊，咁有所謂高處不勝寒啊。我哋成間屋呢已經閂冚晒啦，但係都已經聽得好清晰呢一個嘅風聲㗎。咁喺呢度呢，同大家講下而家呢個颱風莫拉菲啊，令到香港掛起呢個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嘅莫拉菲，而家暫時嘅位置喺邊先？喺午夜12點啊，佢就集結喺香港天文台以東大概100公里，即係喺北緯22.4度、東經115.1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概24公里，行快咗㗎，而向大鵬半島一帶㗎。咁呢個莫拉菲咧，預計喺午夜至到黎明時分非常接近香港，而而家香港咧會吹烈風啦，同埋狂風大雨嘅。咁所以大家咧做足呢個防風措施啊，盡量咧唔好挨近啲窗啊，因為咧隨時可能喺當風嘅窗咧係會爆裂㗎。咁啊，亦都咧以策安全啦，留喺一個屋企嘅最安全嘅地方咧係躲避，咁啊以免發生危險，亦都咧盡量減少呢個水上活動啦。而呢個嘅電視台啊、電台咧，亦都會喺15分、30分、45分同埋58分咧，會報導最新嘅颱風消息㗎，亦都可以瀏覽天文台嘅網頁嘅。咁啊，以下咧會為大家帶嚟一啲嘅公佈一啲交通嘅安排嘅。好啦，再提多次大家啦，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呢係現正生效嘅。天文台提醒大家呢係盡快完成家中各項嘅防風措施，閂好門窗啊，黏上喺呢個當風嘅玻璃窗上面呢黏上膠紙。萬一玻璃破裂呢，亦都可以減少損失㗎。亦都呢將呢一個嘅貴重物品呢盡量移入屋內啦，同埋千祈唔好喺玻璃嗰度站立，咁啊以免發生危險。另外，海面有非常大浪，水流湍急，而且方向不定㗎。市民咧應該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而香港國際機場頭先都可能有提過啦，啲航班可能受到天氣影響，麻煩大家啦，要喺出發之前呢向呢個航空公司咧查詢最新嘅航班情況㗎。咁今節嘅風暴消息咧就到此為止啦。再如果有一個嘅信號嘅轉變啊，會為大家報導㗎。